来稀释我们人世间的苦。就好像一杯水，它是苦的，但是只要我们一直用水去稀释它，这一杯水慢慢就会变不苦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轮回的苦要透过修道行道来稀释。最后呢，或许来跟大家做个结论：佛尔世尊慈悲，徒啊，你今世闻道，便有机会超越六道轮回。这是一条超生了死的光明大道。希望徒儿们把握此处的千古奇缘，一世修，一世成。今天我们得到了，便有机会超越六道轮回。机会是很难得的，机会是很难得。如果我们没有把握这次的机会，没有把握这次三朝普渡，没有把握这一次能够得人真修道，机会过去了，那么我们就会后悔莫及。所以这是一条超生了死的光明大道啊！今天我们走到修道的路程，这是一条竹林路，这是一条光明的大道，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生死。希望我们佛尔世尊，希望我们把握这一处的千古奇缘，能够道降火载，能够在家出家，能够夫妇同修，能够圣凡双修，这是千古的奇缘。那么这个千古奇缘，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世一世修，一世成。一世修，一世成。所以我们老师才讲，我们是修消烟解内的道，而不是修无病无考的道。这个观念我们要了解。我们是要消烟解内的，不是说我们修道的过程不是我都没有病，我都没有考验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是修消烟解内的道，不是修无病无考的道。我们是修智慧结道的道，不是修一路顺风的道。修是修智慧，修关照，不是说我这一生一路顺风，希望上天，希望仙法帮助我人生的过程，修道的过程一路顺风，不是。我们是修智慧关照，我们是修明理通达的道，而不是修有求必应的道。我们是越修越明理，我们是越修越通达，而不是修我求仙佛、求上天、求老师，你就要感应我，不是。我们是修了结归乡的道，不是修躲灾避难的道。修到这条路，是我们了结了我们的结事，了我们的业力，到最后要回到我们的故乡，不是修一切都是平安，一切都没有灾难，不是。我们是修超生了死的道，而不是修永远不死的道。人一定会死，但是以这个会死的身体来修超生了死的道，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理念观念。这也是我们在红尘当中要觉悟、要修到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跟观念那么今天或许呢，就以这个红尘菩提跟我们各位浅互相分享、互相研究到这边最后有不足的地方，请各位浅能够包含体谅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道悟红尘。大众请起立。心意一合线上体会班元成，向无疆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
感谢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慈悲鞠躬，感谢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